了今年这个全世界的气候拢无正常，讲平湖蚵仔的产量因为安尼比旧年减1/3，继续嘛来落跋。也毋过大炮卷，也就是炮港是大丰收。讲时阵啊，伫个平湖西边的海域掠到将近600公斤的炮港，船长是听到有猫讲，讲这抓出海哦，上少赚50万。好 ，OK。一箱搁一箱的炮管互搬落车，渔民笑甲嘴啊利西，因为即摆大丰收，伊即马市价10公斤1000块来算，会当赚真济。今年拢大只的，海底拢较大只。OK， 没关系。啊，这大只烧更愈大只愈好食，较脆。抓一抓就掠真济尾，平湖炮管外表金骨和一般的小竿啊比起来，肉质食起来嘛较杂，佮 Q 底底，想要煎过、炒过，或者是摕来煮汤、煮面线，全部拢会使。你这抓掠500-600公斤就差不多有50-60万啦吼。哎呀，差不多。安尼算好啊啦吼，这今年。袂歹啊啦。趣味青天，料理丰盛，济美满，真侪人想要买东西。不过镜头来到另外一边，饲蚵仔的人煞是面有面角。当年大部分伫咧中秋节前收蚵仔，今年受到气候无正常变化，采收期通1个月，大间业者拼命搬。不过一人的蚵仔实在赚无偌济。海水温度慢领悬，慢领低，互平湖蚵仔的产量减1/3，每大斤蚵仔卖价数嘛比旧年减20-30块。因为由于进口的关系，越南进口的关系，整个克肉都下降了好几10块。渔民笑嗨嗨，饲蚵仔的人真无奈，同款靠海趁食，心情煞是两样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